诗篇，幸福全员，刻下誓言，直到永远，不熄灭。阿妹，仲有1年，我要老唔讲嘅，也下捱太花假嘅，也个辛苦还有价值嘅。身在一片漆黑的哑口，洒下永恒真爱的火种，点亮每个需要的角落，期待被触碰。爱的诗篇，应许之恋，字句间的喜悦多甜美。爱的诗篇，幸福全员，刻下誓言，直到永远，不熄灭。我嘅花，我係天初嘅花而已。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不是要爱惜家里的东西吗？怎么每次都说不听？啊？怎么了？干嘛发那么大脾气？都是你啦！买什么蜡笔给他们？你看，好好一套沙发被画得乱七八糟的。子珍之前画的真不错，很有艺术感啊，果然有遗传到我。朝生，我没有说好不准起来哦。好啦，手放下，起来妈妈了。没说可以起来，我们不能起来。妈妈会骂妈。好了，那就记得下一次画画不要画在沙发上。我去跟妈妈说，来，先起来，背膀休息啊。好了，孩子做错事，处罚都处罚过了，不要生气了。刚刚是在孩子面前，我不想跟你吵。你是老师哎，孩子做错你不教，还说什么有艺术感？他们画的这些跟你一天到晚画的那些没有用的东西不是一样吗？你可以不认同我的话，可是当妈妈的要了解儿童的心理啊，在他们这种年纪，本来就喜欢画东画西的，这可以刺激脑部，让他变聪明的。许多国外研究儿童的心理的书都这么说的啊，我可以带回来给你看，你可以了解儿童的心理，然后。够了，我不是你的学生，你不要拿那些书来压我。我没有念过书，可是我也知道，孩子做错就要教。像这样子不爱惜东西就不可原谅。你阿妹不是也是这样教你的吗？打骂的教育已经过时了啦，现在是鼓励取代惩罚。我在学校都是这样教学生的，没有理由自己的孩子还用这种落伍的老观念嘛。好，你是老师，你有水准，你跟得上时代。我没有念过书，我是妇道人家，没水准。我没有这样子说。我没有笨到连你话里的意思都听不懂。我已经不想再听你任何大道理了。你一天到晚不是在教室，就是在画室。你有好好关心过孩子吗？孩子的问题我最清楚，我怎么管你管不着。嗨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变的人是你。
就知影，你真正看袂起我。我看潘老师哦，应该毋是迄种人啦，你毋好安尼黑白想啊。阿母，我嘛是希望我家己黑白想，我嘛是希望伊真正毋是这款人。啊，毋过你知影无？伊逐工拢大概伫关伫另外一个房间画图，拢无爱倒来困，心内有代志，嘛拢无爱甲我讲。即摆你看，囡仔画到安尼，伊阁嫌我管教的方式毋对，对袂着时代。原来伫伊的心目中，我真正就是一个无读过书的戆查某人啦。好啊，莫阁愈啊啦！我看伊是足清气安尼，哈，袂用钱。你看，我一定要愈好清气。哎，回去安尼啦，我倒来买一套新的我。这吼是我甲曹孙伫咧结婚之前斗阵去买的。迄当阵，伊阁讲。我真有眼光，袂用钱，我一定要愈清气。好啊，素文啦，莫阁愈啊啦，素文，我愈就要愈宽呢，啊！唉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素文，来，莫阁愈啊，咱就来休困啦，吼。爸爸上报纸嘞！对啊，好厉害哦，上报纸啦！好帅哎！对啊，他出名嘞！子珍啊，子贤啊，你是伫咧看啥物啊？看，爸爸上报纸了啦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是真的嘞！啊，这报纸有刊超生的新闻呢。啊，你看吼，这顶管是安怎写的哈？是毋是超生有个得奖啊？无啦，迄顶头写讲吼，政府家己办个人画展啊。哎呦，遐尼牛哦！莫怪哦，这潘老师哦，看遐尼啊春风，哦，实在有够牛的啦！哦，好，再搁看。素文啊，你安尼甲囡仔惊着安尼？我感觉伊莫画图，莫得奖，莫出名。安尼，我才要离婚，愈来愈远。哎呦，松波子的吧，很强呢！看，国立历史博物馆潘朝生。哎，阿菜，哎，阿菜，这样看到你就来了，看，松波子，你看啊，国立历史博物馆呢，哎，给所有画家规身人哦，就安尼懵等的啊。哎呀，莫讲的，莫讲的。你有冇排泄啊？伊讲哦，咱请后生的画家伫遐呢。假马皮啦，好嘅啦，好嘅。来本啦。啊，有冇个？丢脑烟啊！哦，好啦，哟，迄摆日哦。嗯。哎呀，做唔得啦！若muốn讲人要卡起啥哦，我以现场做点哦。诶，娘婆娘唔可以单就顺点嘅。也下哦，做就无强用的啦。哦，若要强用啊，最近哦，个素颜嘅面1来100啦。根本呢哦，还比到生意的教育问题哦，老爱上吵啦，还抢爱期刊多家条的书的，安尼总要伫生意的上下个啊，伊讲来看期无呢。老见哦，越来越无法好讲的。哎呦，若要卡咩强用啦？家哦，若本样哦，头摆做细下之家哦，看到房才是强到要死呢。也好做阿妹啊，佮就算是攞出来行下玻璃哦，今仔日一束杀向的飙放啊出去呢。啊也好哦，真都不卡哦，就安尼脚都掂掂压落去。啊看啊，一家之主哦，阮去做哦。
唉，嘛给伊家资助，外地户口伊来伊无 TV 啦，生意呢哦，全就通夹咩啦，但讲的话哦，无人爱信哦。也就会用讲的啦，为母则强，你做哪里？命行歹吼。也去要先甲香港买，讲来老松哦。本身有先生的啊。虽然伊还无上爱敬爱，不过也还是爱同知己啦。因为有记，总比有根本人敬爱啊。哦，迄先生所有学生制度是倾向啦，一定要来啦吼。那咩安尼希望啊？长生，快一点，你快要迟到喽。哼，哎，你真厉害呢！我人没去试穿，你还帮我定做这么合身的西装。拜托，就算我没念多少书，可是也当过几年裁缝啊，总不可能连自己丈夫的身材都不知道吧？对啊。你赶快先去吧，我这批弄完再带孩子过去。会被倒了，不先做一些不行啊。会倒了就算了嘛，你不要那么辛苦了。这是你们艺术家才会讲的话，那是你辛辛苦苦赚的钱呢，怎么能说算就算？我不甘心，我一定要赚回来。而且这个月底还要缴一些贷款，还有2个汇钱，不多贴补一点不行。既然这样，那你何必花钱帮我做西装？政府帮你办个展，活动很大，新闻一定会报啊。就算我再怎么省，再不喜欢你画画，也总是要帮你顾个面子啊。我看是顾你自己的面子。我走了。既然这样，那你何必花钱帮我做西装？政府帮你办个展，活动很大，新闻一定会报啊。就算我再怎么省，再不喜欢你画画，也总是要帮你顾个面子啊。我看是顾你自己的面子。我走了。先不要跑，用走的啊！杨妈妈好，杨妈妈好，好，真乖啊！你们2个今天穿得好漂亮哦。哎，要去哪里呀？今天他爸在博物馆有展览啊，听说机会难得，所以他要我带孩子去参加茶会。啊，难怪今天早上我看到潘老师穿西装出门呢。对呀。哎，素云啊，不是我说你耶，你帮潘老师还有2个孩子打扮得这么体面。你自己怎么不把头发做一做，然后换套新一点的衣服，把自己弄得好看点啊？妈妈走了啦。好好，我又不是主角，干嘛花那些钱呢？潘老师那么会赚，你干嘛替他省呢？
杨太太，你不知道，我先生啊，还要买那些画的材料，很贵的。他的画不能卖钱，叫他不要画，他又不肯。没办法，我只好省一点哦。可是素云啊，我看你刚结婚的时候，也是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。怎么你现在没有啦，现在啊还要带这2个小鬼，每天要大包小包的，里面带什么水壶、玩具啊，没有穿这样不方便嘛。也对也对，可是我看潘老师啊，每天这样子在外面忙来忙去的，难道你不会担心他被外面的狐狸精给迷走啊？狐狸精？不会啦，你想太多了。我看啊，他应该没这个胆。对，好啊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不好意思耽误你们了。不会。杨妈妈再见。杨妈妈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来，走。我差点让我找到什么？救命啊！让我抓你了！你惨了！好了，2个不要玩了，来往那边走。那个潘老师啊，看起来好年轻，好斯文哎。对呀，就是年轻有为又有前途的画家哦。没错。好了，妈妈，我走不动了。走不动了哈。我要脱衣服，我好热哦。好热。好热哈。真的好热。好啦，走吧，我们去找爸爸。好。当然要啊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那个潘朝生老师的画展往哪里走？你要带小朋友去啊？会场里面带小朋友可能会有点不方便哦。对啊，怕小朋友会吵嘛。你这样子的话，我不知道画展会不会让你进去耶。没关系啦，我是潘朝生的老婆。哦，你是他太太啊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那画展的话是往这边走。这边。对，这边。好，谢谢。对，谢谢。跟阿姨说谢谢啊。不会，不客气。我真的不敢相信哎，刚才那个女的居然是潘老师的老婆。对啊，看起来土土的耶，真不像。什么嘛，简直就乡下人好不好？哎，怎么那么坏？要不然呢？潘老师是艺术家，我以为他还蛮重视美感的，居然可以接受老婆这么没品味。听说啊，他很多年轻漂亮的女画迷哦。要是我啊，应该会移情别恋吧。像我啊，就还蛮欣赏他的。三包你，好了没啊？走吧。
想要问你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潘老师，请问你平常创作灵感是什么？没错。妈妈，爸爸呢？爸爸他在忙，我们不要吵他。要不妈妈带你们去逛街？好。可以转的，转。夜回来你很不理今天50天转，也放太大了。阿坤哦，邵先生應該係唔可以來，唔可以成呢篇喎，你拆開佢私人嘅。阿兄，這個等一下呀。好啦，啊，係啊，啲蘇遠見邊有冇嚟呢？錯啦，佢講其他帶生意過來。係咩前無 T 服？來打電話。好啦，謝謝。你们今天怎么没来？我打电话回家也没人接。没有啦，孩子太皮，所以我提早带他们回来。哦，你们没去也好。我去煮饭。爸爸，妹妹偷拿我蜡笔来画啦，你还不是一样？好。就有。画什么？你看我跟妈妈的头发绑一模一样哎！啊，这个是你，啊，这个是我。你、妈妈、妹妹。爸爸，看光，你看这只小鸟多可爱哦！而且我的天空是白色的，对。好，不要吵，你们画的都很好，都有进步，好不好？好，爸爸，你们今天去的地方好不好玩？一点都不好玩，好多大人一直跟爸爸讲话，爸爸讲话讲到嘴巴都酸了，而且呢，还有你们没有来，要不然我没有时间陪你们，你们一定很无聊，对不对？你们就很无聊，对不对？原来曹生根本不希望我们去，他一定是这样想，他根本就是怕我给他丢脸。
快进去，帮妈妈擦车子，好不好？好，乖哦。我要开车了。哎呦，哥哥你不要嘛！里面是什么东西？钱！哇，好多钱了！对啊，有钱的，跟妈妈讲。妈妈，车子里面有钱。对啊，有钱。怎么会有钱？不知道。哇，好多钱哦！来，我看。哇，好多钱哦！你在哪拿到的？那边呢？难道曹生瞒着我藏私房钱？他藏私房钱要做什么？哎，孩子都睡了，你怎么不睡一觉？不要整天做代工啊！我哪有那么好命？哎，这个月的薪水，还有绘画班的钱，领一下。对了，我算过了，这个月有点透支，你可不可以借我一些钱？哪有钱啊？你一天才给我20块零用钱，我要在外面吃2餐呢，哪来的钱？那我自己想办法。好，我走了啊。来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有啊，唔攀得咯。每次都安尼都唔好呢。有真的要干，要不然有上。当年真的啊。你上是真的啦吼，唔一张人哦，确实动空哦。唔要安尼想哦。係啊，唔從細就偏也沒講我去買花筆、買色料，也還有幾個安尼空時過講我去買花菜，對吧？那跳下哦，出門去素云老外講，200元透支啦，攏家有錢冇？你還知道哦，佢哋嘅公司改呢，好地咯，2錢哦，還啲茶會紅啦。最近哦，素云本人倒飛啦，請上網去做事。係想哦，2錢係拿本幾好嘅啦。好啦，今日就拿一推了哈。做唔得啦。哦，好啦，冇2花錢了，下張現章買好嘅。哦，我先拿錢本素云哦。對，佢我想清楚哦，唔錢拿轉去，迄個義務錢啲那邊來乜樣講？冇啥唔愛講空時改啊。哦，迄哦，迄本期第2番哦，死冇命嘅呢。都說啊，冇得先啊，係嘛？哎，啊？好呀。本來哦，
落到素云会将欣赏用强用呢，忙啲哦。这几年来，我逐天安尼欠食欠饮，连一条胭脂、一领衫拢唔甘买，花啊倒，我搁爱想办法赚搁较侪钱咧。结果咧，伊竟然敢甲我唱西徛啦！你妈妈将家己哦逼到遐尔暗，日子会得过就好啊，莫想遐济啦。阿母，若是会当家当穿水水，安尼去踅街，去买物件，有啥想要像我安尼坐咧遮，伫咧做女工的？你唔知影啦，后生敢若知影画图，连一点仔用钱的观念拢无。我无遐尔啊够拍算，敢会用钱？阿母看你安尼哦，实在是足唔甘的。看你这双手，做甲安尼。不要紧啊，我已经惯死。戆查某囝，你若莫规气找潘老师问好清楚咧。阿母，问伊嘛无效啦。我今日早起来甲伊讲我即马无钱，啊伊叫我周转一下，结果伊竟然拢唔肯摕出来。我实在是想拢无，阮这个家伫咧伊的心目中，到底是算啥物啦？看较开的啦，查甫人哦，伫咧外口，加减嘛爱应酬下，唱一款西跳嘛无啥物啦。阿母，你唔知影，即马有真侪年轻的小姐伫咧伊的身躯边踅来踅去，我想，伊唱西徛一定是有问题啦。喂，嘿，哦，做乜嘅啦？問阿明呢？哦，好啦好啦，捱啲啦，哦，聽講你真講，哦哦，哦，幹嘛不出聲啊？嚇死人了！不做虧心事，不怕鬼敲門。你在跟誰講電話？阿彩啦。真的嗎？當然真的啊！你疑神疑鬼幹什麼啦？阿財啊，你在講有人愛老欣賞頒發展，安個欠先呢？係啊，拍打就啲哦，唔同欣賞慶祝啦，啊！也可以上映的名片。不過6年了呢，先生還冇想要見我。哎呦，這件事情哦，人會廢鐵的啦。啊？阿門啊，你還想要同先生見面嗎？當然想啊！那今年哦，那有閒就去先生見面啦。那記先生，我喺朝晨。nem đi hành幾多擺呢？既然用眼光啊，眼佢應該用廿擺機會去請先生啊。好啦，我哋就小心本期老姨講呢件事情。
先生，俺叫无看到的，唔好吗？今本人被徛起来，心眼度有动到感伤。一回来就躲到画室里写信。他到底是要写给谁？伊安普台方面偷看下东西哦，快咧，一开始哦，我会相信的啦。哎呀，实在哦。这种公婆青葱了哦，就会富雄啊，应该好好老师员讲遐呀。我娘会讲，真件不记遐大的呢。最近哦，若看到佢就想要生气，当到事情哦，各位参的再给我讲。哦，人亲的些长讲也好啦。哦，系哦，去欣赏飞信的嘛。很忙啊，不过过两日呢，也有限想要去主动去转的。哦，安样也好啊。我老讲哦，唔出去哦，较生意掉的哈，唔好再个有哪个事情本数应付哈。你也没办法啦。就好老讲就好的咩咩。
小老师的信。奇怪，他为什么要特别对我解释？一定有鬼。对啊，我在马祖当兵的那段日子，对我的创作影响非常大。看到马祖的海，我整个画风都明亮起来。是啊，是啊。哦，对不起，张小姐，我截稿之前再打给你。哦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你在跟谁讲电话？哇，校刊要出版，曹老师跟我做专访。这几天曹三一看到我，就这样闪闪躲躲、鬼鬼祟祟的，一定是瞒着我做了什么亏心事，我一定要查清楚。没错，平常都是4点下课，不过今天下午要防空演习，美术课应该不用上了。对，下午不用上课了。不客气，要不要我转告他？哦，不用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不客气了，再见。喂，阿出来哦，你喺跳绳啊？阿正哦，去欣赏费新的本吧。很忙啦，不过吼，踮下珠好教有防空演习的，不是上课啦，但想爱去欣赏隔壁一转，我爱老外向我去嘛。下珠哦，下珠还有事情呢。给你看到欣赏是冇讲话废话哦哈。好啦，我要老先生讲哦，掠纪念都无限啊，你无时间去去，吼。好啦，今吼迄欣赏很见吼，唔按用话讲也没做得。好啦，好。喂，教师办公室你好。喂，你找哪一位？曹生吗？是我啦。哦，素云哦。有什么事吗？你今天几点下课？就跟平常一样，下午4点。有什么事吗？喂，素云。我知道了。你敢真正要去？素云，阿母，伊下晡明明就无课，搁敢甲我骗，我一定要去看卖，看伊在比啥吧。哎呦，我看吼，你还是莫去较好啦。阿母，你莫搁甲我动啊，
我一定爱去。啊，万不哩哦，真正互你去查出啥物，到时阵你是要安怎？你敢有想过？我唔知影，不过我甘愿互骗，嘛要互骗一世人啦。也无可困，咱查某人有当时计较戆的，当作唔知影。安尼日子嘛较好过，你知无？阿母，你莫阁甲我挡，我一定要去看卖啊，我才会安心啦。素文，素文。看见世上滚滚嘅浪花，追寻亮嘅真情，化作喜怒哀乐春夏秋冬。你看那天大天高几山青。Samantha